你做咩鬼鬼祟祟喺度？你係喬大俠嘅朋友？你哋頭先跌嘅嘢，我拎翻嚟還翻俾你哋。你哋嘅女兒係愛你哋嘅。我知，我作為父親都好愛我女兒嘅。施主，施主，小僧虛竹，觀你一身戾氣，小僧奉勸你一句：一念成佛，一念入魔。姚正淳，阿朱咧，佢冇事。我知你今日嚟所為何事？冇錯，30年前喺衙門關嘅血債，你認唔認？大頭大哥就係你，當年的確係我知道。我剛同女兒重逢，唔想我再失去至親。我求下你，可唔可以放下呢一段冤仇？當年你殺我父母，我失去至親。咁又點計啊？30年後，你搞到全個江湖血雨腥風，你種下嘅業，你必須要還。唔可以，你哋身體正常。30年前，我一直喺大理，冇去過雁門關。至於你哋所講嗰封信，我冇寫過，亦都唔係你哋要揾嘅大頭大哥。